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。台看到炒饭香讲香，你咧台湾小吃店，无论大家遐小巷，拢食会到。只不过这几年大家食是较无共，有人较爱食外国料理。为了要来鼓励大家加食咱台湾味，农粮署特别办这个台湾炒饭王的比赛，为宜兰、花莲也有台东的炒饭高手做伙来比一个关键。这种的料理，农粮署就会辅导业者和大卖场做伙合作。 要让消费者食一解就掉咧。无论是口感清脆的高丽菜饭，也是行这个养生路线的羊角豆淮山饭，逐路拢是炒甲呢油金搁芳香香，边头甲白开，遮尔有创意的这个炒饭，真正是互你学到甲会得志。眼花缭乱。 台湾的美食真多元，世界各国的这款好食面，嘛拢一直入来咱台湾市场，安尼嘛致使台湾人的食食习惯已经豆豆西式化。 台湾人一年的食米量，从民国60年的一人130公斤，落到107年的时阵，敢若剩45公斤。为着要国人较爱来食美食，农粮署特别来举办台湾炒饭王大赛，有对宜兰、花莲甲台东来的炒饭高手，大家拢来点因的手路本顶，要来拼一个输赢。每位今年组我们东区入选的是约翰兄。我们使用的是台湾的那个台梗9号的米，那这款米它真的会比较香 Q， 而且会比较粒。我们就是尽量去找方法，让炒饭在炒完之后，然后冷却再复热这个过程，能够保有它接近原本炒出来的那个口感。 为着要有美食，通过来引起台湾人的注重，农粮署们要来辅导着种的炒饭，会当来甲大卖场合作，杀出一份比80块较俗的炒饭，啉台湾水，食台湾米，心念台湾情。5万美食通过来争做饭桌顶悬的主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